苍穹謠劇換上粵語教學台詞後，第1集。點解廣東話咁難學？明明個朕字係皇帝先用噶嘛，你哋廣東人就成日咁。爹啊，廣東話裏邊呢個朕字係可以做量詞噶，例如一陣菜，仲有一陣味，仲有一陣煙，加下翻風落雨，仲可以講一陣風。有冇搞錯啊？其實喺春朝之前，朕都係第一人稱我噶。但係因為秦始皇用咗嚟自己叫自己之後，先變成皇帝自稱。朕仲有個意思係指徵兆跡象，可以指代無形之物，比如風無形，只有影兆；煙離散空中，冇具體形狀，所以就叫一陣風、一陣煙。咁有上次又叫一陣風，點解啊？我哋都會講一陣風噶。風來去甚猛，猶如戰陣，所以風雨都可以叫陣風噶。陣風陣雨，粵語語義豐富，每種用法都有其來龍去脈啊！你哋識粵語好巴閉咩？我要講普通話，我說普通話做文明人，做普通話做文明人啊！說普通話，我條尾龍骨啊！幾叫少講隻字嘅。第2集，你遲到，不是叫你50過來的嗎？我以為你講50啊嘛，普通話50一鬼樣嘅，你講粵語咪冇搞錯啦。還有啊，500克1斤的鍋包肉，我情不自禁吃了1斤，你就立刻收走，你才20過啊！我有錯啊，我以為你話吃了1斤啊，點知吃了1劇喎？你好地地講粵語唔得嘅，粵語好難學啊！你激到便秘添，係。叫一聲，我咪叫咗聲俾你聽，我真點啊？叫你打120叫救護車！大王啊，普通話語音太少啦，好多字逼埋一個音域裏邊，所以好容易有歧義噶嘛。廣東話9聲6調組合多，好多字都有自己獨特嘅語音噶，就唔容易混淆嘛。你啲粵語好難學啊！會唔會係因為佢內容豐富、價值大，所以先難掌握呢？即係好似外邊啲行業咁咧，門檻低嗰啲啊，一般好難賺錢噶嘛。我不管，我要說普通話，做文明人。我要大震啊！我個口水吞唔到落去。你不得不佩服馬景濤，屁股又彈簧，我聾有喇叭。第3集，爹，你咪有嚇我呀！平時你癲癲突突隨口亂噏，點解而家吽哣豆做死怕就咁噶？點止啊？佢以前牙牙喳喳，依家就斯斯縮縮，仲有啊，鬍鬚勒特、烏哩馬茶。你睇佢啊，成日咧咧啡啡、溜溜幼幼，仲要酸酸縮縮，個衰樣岩岩慘慘、邋邋遢遢，仲有烏烏歪歪、溜溜爆爆、噏噏揼揼、扭扭教教啊！之前佢都一直神神地噶啦，冇嚟搭霎亂噏24。你睇佢而家十足食人族碟齋咁啊！即係咩啊？植物人啦！視頻中嘅獨特粵語詞：癲癲得得、吽吽豆豆、牙牙喳喳、鬍鬚勒突、咧咧啡啡、岩岩慘慘、烏烏歪歪、溜溜爆爆、噏噏揼揼、扭扭教教。下一期節目咧會逐一詳細講解噶，敬請留意。